工作人員呢係啱啱熄咗今日係呢間就係因為因為凌晨你正在收看嘅模擬電視廣播將於深夜12時結束，請轉按本台數碼電視頻道33。This analog TV service will end at midnight. Please switch to RTHK digital channel 33 for watching. 你正在收看嘅模擬電視廣播將於深夜12時結束，請轉按本台數碼電視頻道33。This analog TV service will end at midnight. Please switch to RTHK digital channel 33 for watching. 睇樓團，星期六晚8點，香港開電視真實電視廣播，將於今晚11:59起，請轉往數碼頻道81台，記住收看翡翠台節目。工作人員呢係啱啱熄。今晚11:59起，請轉往數碼頻道81台，記住收看翡翠台節目。本節目為家長指引裏面部分內容